谁能相离？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来开始今天历代志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傅芝姐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要赞美你，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公义慈爱并行的上帝。感谢你每一天的带领跟保守，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竅，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顺服持守真理，活出你喜悦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讲到历代志下的第32章，看到西西家在他把国中一切的前程事都办完之后，但是却遭遇这个亚述人的大军来犯，而西西家在这样的当中，他依靠上帝来得胜，并且能够让这个大军能够在这个亚述扩张的时期能够全身而退。当亚述不断的扩张，一直向南、向西、向南、向埃及来延伸的时候呢，只有耶路撒冷犹大国能够保全性命，其他的亚兰、北国的以色列，甚至在附近的这些的亚门、摩押、以东都难以幸免。但是上帝与西西家同在，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亚述他们所拜的神有很多的神，那其中亚述拜的最多是这个鱼神所以长得像人像鱼，身上有这个鱼的条纹，或是戴这个鱼的帽子。那他们亚述呢也是非常的残忍，所以他们抓到俘虏的时候呢，都会用鱼钩或是链子，而且链在鼻子上面，把他们当作俘虏，或是挖他们的眼睛所以这是亚述令人闻风丧胆。但是西西家透过祷告和先知以赛亚并且得蒙上帝立即的应允，把他们从亚述的手中来救出来。今天我们要看到西西家他的下一代是马拿西，而马拿西他的统治呢，在历代志当中有更详细的记载。而马拿西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导致遗忘。那为什么会把儿子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呢？可能跟有人认为西西家他在生马拿西之前呢，还有其他的儿子，但是过世了，所以他又生了马拿西这个儿子呢，才让他能够忘记前面的这些伤痛。那所以有人这样子的认为。那马拿西他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甚至他还重新去把偶像都找回来，还带回来圣殿。他的父亲西西家好不容易所做的努力的改革复兴，但是在马拿西的手中呢，又一一的被拆毁。但是在历代志有讲到马拿西他的悔改，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到马拿西他如何被神来管教而悔改。而马拿西逝世之后，就是由他的儿子亚门来做王，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2个王。那么就请傅芝姐来带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的第33章，请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9节，第1节到第9节。马拿西12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5年。马拿西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仿效原先著名的可恶行为。那些著名是上主在他的子民进入这地时把他们赶走的。他重新建造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上神庙，又筑祭坛拜巴力，造亚舍拉女神的柱像，也拜星辰。他在上主吩咐应该永远敬拜上主的圣殿里面造了异教祭坛，又在圣殿的2个院子里造了拜星辰的祭坛。他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烧化祭在新嫩子谷杀了。他信
他信奉占卜、巫术、求问算命的、通灵的，他大大犯罪，敌对上主，激发上主的愤怒。他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论到圣殿，上主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我从以色列12支族的土地中选出来，作为敬拜我的场所的。如果以色列人民听从我的诫命，遵守我仆人摩西颁给他们的法律，我一定不让他们从我赐给他们祖宗的这块土地上被赶走。马拉基领犹大人民犯罪，比上主从他子民前面赶出去的原先住民所犯的罪还要严重。好，谢谢。那这里讲到马拿西很年轻就做王，好，那为什么他年轻就做王？可能就是西西家他过世了，所以必须要让一个12岁的孩子来做王。但是也有认为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不仅12岁，那因为他12岁做王呢，那代表他的父亲西西家后来是多活了15年，多活了15年当中呢，就生下这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的后期生病之后才生的孩子。那所以也导致马拿西可能在西西家后期呢，没有看见他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来恢复圣殿。那这是一个很多的这样子的看法。但也有认为呢，马拿西他不是在西西家生病之后才生的，而是他不是在12岁，他是12岁的时候就和他的父亲一起做王。所以这样的说法也有，就认为说马拿西他做完55年当中呢，但是他12岁就开始跟他的父亲做王。但西西家是25岁，那他也有前面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共同做王，所以这些资料呢是不太容易去整理。但马拿西是大卫的第15代，而且他做王的时间呢是从主前的696到642年。那在历代志没有讲到他的母亲，可是在列王记下第21章就有讲到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斜西巴。那这个名字在圣经很特别，没有这个名字。斜西巴的意思就是我的喜悦在他身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有信仰的母亲。我的喜悦在他，但是这个他不晓得是谁，因为这个名字呢比较不像是在这个有以色列人的名字当中可以看见到。但总之呢，马拿西做了这么多邪恶事情，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包括把他父亲所做的呢又通通都破坏掉，那父亲所拆毁的呢又通通迎接回来，就是倒行逆施，跟他父亲是唱反调。那这个名字导致遗忘，还有这个12支派当中以法莲马拿西也是这个马拿西的名字。所以他为什么这样子的悖逆，这么样子的没有办法像西西家这个好王这样子的努力，那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可能可以自己来想象。但是应该都是一样，就是他没有去好的学习的榜样。所以这里不是效法父亲，也不是效法他的祖先，也不是效法大卫，他效法谁呢？仿效原先著名的可恶行为。这些原先著名就是在迦南地这里的迦南人。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从扫罗进来从这个约书亚进入叫占领迦南地到现代已经过了600多年，马拿西应该有超过700年，这么长的时间已经把上帝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还在拜这些迦南地的迦南人的这些原先著名的神明。这些著名是原来他们进入这地的时候就是约书亚进入的时候所赶走的，他们居然又把他们迎接回来。所以他更比这个巴利亚瑟啦更疯狂的就是来祭拜，甚至这里也提到他来拜星辰这个天上的星辰应该是跟巴比伦有关，因为巴比伦的占星术占星卜卦看星象是非常的发达。因为他的父亲西西家和巴比伦也有这个友好的关系，他们会来探病，他会开他的王宫府库让巴比伦看，所以可能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交流啦、活动啦，这个城市论坛啦，然后就可能就有这样子的异教的文化就进来。
而马拿西呢还在应该敬拜上主，这里讲到说应该永远敬拜上主的圣殿里面呢，还造了异教的祭坛呢，所以真的是拜得一塌糊涂，他真的就是随心所欲。我们在主日讲到说，他的父亲西西家都不敢擅作主张，他都要跟大家一起开会，跟祭司、跟利未人商议，跟领袖、跟长老，跟城市的居民一起来开会。但是这很显然，他都按照他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非常的糟糕。甚至他和他的西西家的爸爸和他的阿公一样，亚哈斯，就是把自己的儿子，那原文是复数，所以有的翻成儿女，但是有的是儿子们，当作烧化祭，在新嫩子谷杀了。那所以也是这个是来自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偶像，他们所当这些的偶像他们所留下来的占卜啦、巫术啦、算命啦、通灵啦，哇，真的是非常的一团糟。所以自从亚哈谢之后，再来最糟糕的王，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所以西西家的父亲亚哈谢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西西家可能是受到母亲、受到外公的影响，带来国家有一段的复兴。可是呢，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手中呢，这个败坏呢，又很快的又回来。所以西西家当王的这29年当中呢，并没有把上帝的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非常的可惜。这些事情直接就引来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对所罗门所说的，这是在历代志下第7章，他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12支派的土地中选出来，作为敬拜上帝的场所。如果以色列人听从诫命，遵守摩西颁给他们的法律，就不会让他们被赶走。但是因为亚哈斯，因为马拿西，这个阿公跟阿孙，这两个很糟糕的作为，所以呢，第9节说，马拿西临犹大人民犯罪，比上主从他面前赶出的原先住民所犯的罪还要严重。所以在上帝的眼中，这些相信上帝的子民的后代，比这些不相信上帝的子民所要犯的罪还要严重。所以在这里也是埋下了上帝要来让犹大被掳这样的事情，那跟亚哈斯跟马拿西有关系。而马拿西再下去呢，就是这个亚门，在亚门就是约西亚，到约西亚的时候呢，就是先知耶利米的时代。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的记载是大同小异，都讲到这些的拜偶像，这一些的亚瑟拉的女神的柱像，然后呢算命，巫术、通灵，敌对上主，激上主发怒，上帝也是用同样的话，这个地方是要敬拜的，就不会在这边敬拜，就不会被赶走。可是马拿西比他们的这些原住民所犯的罪还要严重。在这里列王记有一段，主借着他仆人先知们，所以这也是复数这个列王记，然后说马拿西王因做了这些可恶的事，比迦南人所做的还坏，他以偶像引犹大人民犯罪，因此我上主以色列的神要降灾祸给耶路撒冷和犹大，使每一个听见这事的人都吓呆啊。那他的就是和本是说耳朵发明耳朵就是刺耳吓呆。我要惩罚耶路撒冷，惩罚撒玛利亚，所以南北国的首都都一样，并且惩罚以色列王亚哈和他的后代一样。所以在上主的眼中标准都一样。北国已经在他们前面已经灭掉了，这北国到西西家的时候就被灭掉了，所以应该成为他们很重要的警惕。可是马拿西呢，却没有把它看在眼里，还把北国的罪恶过犯还在拿出来犯，而且还犯得更严重。所以上帝说，我要清除耶路撒冷的居民，像人擦干净盘子一样，还把它倒翻过来。讲到耶路撒冷要 upside down， 就是要被倒过来一样。我要丢弃那些残存的人民，把他们交给仇敌，虽然不是交给亚述，但是交给打败亚述的巴比伦。仇敌要征服他们，掠夺他们的土地，我要这样对待我的子民，因为他们得罪我，激起我的愤怒。从他们祖宗出埃及到现在，他们都是这样，所以上帝真的很生气，想起以前这些悖逆的百姓怎么样的不顺服所以这也是上帝正式的宣告，在马拿西的时代就宣告。可是呢，
在历代志为什么没有写这一段呢？好，历代志因为他们是被掳归回的时代的作品，他们可能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非常的近，对他们来讲是不久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还这个记忆犹新，而且他们回来需要重建对上帝的信心。如果他们在读到列王记这一段，上帝这么生气呢，他们可能又离上帝的关系又远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可能某些的原因，所以他加了一段是列王记没有的，就是马拿西的悔改。好，我们再请傅师姐带我们来读第10节到13节。虽然上主警告马拉西和他的人民，他们还是不肯听。于是上主让亚述军队的将领侵犯犹大，他们抓住马拉西，用钩子钩他，铜链子锁他，带他到巴比伦去。马拉西在遭受痛苦的时候谦卑下来，转向上主他的上帝，祈求他的帮助。上帝垂听他的祷告，让他重返耶路撒冷，恢复统治。这是使马拉西确信上主就是上帝。好，谢谢。所以在这里历代志为马拿西平反讲了列王记没有讲的事情，就是马拿西他呢，虽然不听，所以上帝就让他亚述军队真的就侵犯到犹大，而且甚至冲进了耶路撒冷。所以西西家冲不进去，还这个亚述死了185000人。可是，在马拿西就没有这么好运，他们就冲了进去，而且还抓到了马拿西。刚才我们看到图片，用钩子钩他，这就是亚述人对待俘虏的方式，用铜链子链他，绑在他的脖子上，一路带到哪里去？巴比伦。巴比伦有多远呢？从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路走，他不能走斜线，一定要走一个新月的形状，然后一路带到巴比伦。哇，真的是被带得非常远的。所以这个路上呢，对马拿西来讲非常的痛苦，所以马拿西在痛苦当中谦卑下来，从第一天痛苦到最后一天，转向上主，祈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很神奇的，上帝垂听他的祷告，让他重返耶路撒冷，而且呢还很幸运的还可以回来继续统治南国犹大。这件事情呢，之前他的祖先也曾经被掳这个亚玛谢，但是就没有这么样子的好运。可是呢，马拿西呢居然还可以回来，而且还不是亚玛谢这个亚玛谢的父亲的样子。他后来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个王位，所以就被臣仆给杀了。所以这个马拿西呢，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他看见确信上主是听祷告的上帝所以他知道祷告有效。所以马拿西呢，他的确有悔改。我们接下来看马拿西在这个管教之后他怎么改变。再请傅师姐带我们来读14节到17节。这是以后马拉西加高大卫城东边的外城墙，从基训泉附近的山谷往北到于门和俄斐勒城区域。他也在犹大各设防城，派驻军队，由军官指挥。他把从前放在圣殿里的外族神像除掉，也把圣殿山坡上和耶路撒冷其他地方的异教祭坛拆毁。马拉西把这些东西搬出城外扔掉。他重修敬拜上主的祭坛，在上面献平安祭和感恩祭。他命令犹大所有人民要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虽然人民继续在其他崇拜场所献牲祭，但是只献给上主。好，谢谢。刚才讲的是亚玛谢没有错就是亚玛谢也是被背叛回来时候呢被抓回来时候没有办法继续做王。那在这里呢讲到了这个马拿西他的悔改谦卑，所以呢他也好好的来加高大卫的城墙，加强防守，而且呢基训泉那就是西西家王的这个他的西西家王的水道从基训泉然后呢一路可以引水引绕到耶路撒冷到这个圣殿当中就是的附近的山谷
从往北到于门跟俄斐勒城的区域，好，所以他也在那边各设防城，派驻军队，由军官指挥啊。好，所以之前的马拿西呢，好，他并不注重国家，他都在迷信，都在到处东拜西拜，可能非常的没有平安，可能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可是这次的管教当中，他知道要奋发图强，他知道国家的安全、国防很重要，所以呢，他也派军驻防城，然后派设军官，甚至回来之后呢，15节也把从前在圣殿里的外族神像除掉，然后这些异教祭坛也拆毁，自己呢把这些东西就搬出城外丢掉，所以这是第3波这个复兴就是会洁净圣殿所以但是列王记都没有提到这些事情。然后呢，马拿西重修敬拜上主的祭坛，在上面献平安祭和感恩祭，他真的就是透过利未人还有这些祭司，终于回到他父亲一开始的样子。但是呢，这段时间到底多长？就是他浪费掉很多的光阴，而且他也命令犹大的所有人民要敬拜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只是这里讲了一句话，虽然人民继续在其他的崇拜场所献生祭，就是他们一样在丘坛上面，可是敬拜的对象没有偶像，是只有献给上主，但是用了虽然呢，表示这还是会有问题，所以只有西西家王是彻底的打碎偶像，拆毁这些的丘坛，彻底的清除干净，但是只要不清除干净，这些就是容易死灰复燃，这些在青草地山冈上面青翠的树下拜偶像的拜神的地方，后来可能都容易被其他神明来侵占就是讲到说他们就是容易被引诱。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关于马拿西的结语18节到20节，请。马拿西其他的事迹和他向上帝的祷告，以及先见们奉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他说的话，一一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史上。王的祷告和上帝的回答，以及他在悔改前所犯的罪，就是他所做的坏事，建山丘上的神庙，造亚瑟拉女神的柱像，和其他祭拜的雕像等，一一记载在先见史上。马拉西死后葬在王宫里，他的儿子亚门继承他做王。好，谢谢。那这个马拿西悔改之后跟上帝祷告，而且回来之后，他刚才讲的就是总共有7件事情建筑城墙，设立将领，除掉偶像，然后将圣殿里面的圣殿还有耶路撒冷所有的丘坛都拆毁，然后重修上帝的祭坛，然后在坛上献平安祭、感恩祭，并且吩咐百姓要侍奉神，总共有7件事情。但是呢，为时已晚，因为我们从列王记刚才读到，已经知道说，上帝定义要把耶路撒冷像盘子一样翻过来，列王记下21章，所以呢，上帝已经说出的话呢，透过先知所说的话，他也不收手。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没有讲到，列王记下，这个马拿西呢，他不仅是不听先知的话，在当时的时候呢，马拿西是列王记下21章，不仅领犹大人民拜偶像，使他们做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情，还有呢，他也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民，使耶路撒冷的街道流满了血这里无辜的人民包括谁呢？包括对西西家王来讲很重要的先知以赛亚。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说，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有人被锯子锯死，就是在讲以赛亚。以赛亚怎么被锯子锯死？就是马拿西下的命令，把以赛亚绑在树干上面，然后呢，或是中空的树里面的树洞，然后派人呢用锯子直接把那棵树锯掉，就把以赛亚锯死。但是以赛亚那时候年纪有多大呢？以赛亚那时候年纪很大。这是以赛亚的年代，他从乌西雅王死的时候呢，就开始接替，开始来服侍，经历了约坦王、亚哈斯王到西西家王，然后再到马拿西经历这5个王当中呢，以赛亚服侍的时间相当的长，将近有60年左右。
而在这60年当中呢，以赛亚他辅佐了就是很多的王，最重要是西西家在西西家身边呢派上很大的用场。其实以赛亚他也是王族，因为他跟谁是同一辈分呢？以赛亚跟乌西雅，他叫乌西雅叫叔叔叫叔叔，所以从乌西雅到他的这个第5代到这个马拿西，这里怎么没有看到马拿西的名字？所以他看到以赛亚跟乌西雅是同一辈分的，可是呢，马拿西呢却是把等于是他阿公的爸爸就是周纣的那一代呢，却把他这样子锯死了，还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所以呢，这也是列王记有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历代志没有看到。但是这些事情呢，都一一的被记载。但是王的祷告，历代志要强调什么呢？王的祷告和上帝的回应，以及他在悔改前所犯的罪的坏事，还是一样被记载下来。所以这里还是加了一句话，就是马拿西虽然是坏王，但是他有悔改。这也是由这个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一直在警醒的事情。好，他死后，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那我们今天要读到亚门，亚门呢是所有的王当中呢，跟亚比亚只有做2年，可是亚门做王也是2年，但是他介绍也是很短，5节。好，我们再请傅之前带我们来读最后21到25节。亚门22岁的时候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2年。他像他父亲马拉西一样，做了上主看为邪恶的事，拜他父亲所祭拜的偶像，但他不像他父亲谦卑转向上主，反而比他父亲犯更重的罪。亚门的臣仆反叛他，在王宫里刺杀了他。犹大人民把谋害亚门的人杀了，立他的儿子约西亚继承他做王。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历代志的作者，至少编辑者是以斯拉，文士以斯拉，所以他呢还是强调他的这个亚门的父亲是谦卑转向上主，而这个亚门呢跟他的父亲就直接说他就像他爸一样都做坏事，然后他爸拜的偶像他也拜，所以可见他爸在拜偶像的时候，亚门出生的当然出生，他22岁做王，所以呢他在成长的阶段看到他爸可能做这一些倒行逆施的事情，他都受到了污秽，受到沾染，受到影响。虽然他爸后来可能悔改，怎么样被抓走，怎么样可以回来继续王位，可是呢亚门呢却没有汲取教训，却没有把它放在心里，反而呢还后面说反而比他父亲犯更重的罪所以呢他也被反叛，被杀。所以呢从约阿斯王被臣仆刺杀，亚玛谢王被臣仆刺杀，亚门王是第3个被臣仆刺杀的王，而且还在王宫里面，可见呢他多惹人讨厌。但是圣经没有写，但是大部分的记载认为亚门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呢他没有要投靠亚述，他也这个亚兰也灭掉了，所以呢他想要联合埃及，这是亚门心里面的算盘，他想要来找埃及一起来抵抗亚述。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让他的臣仆呢非常的担心紧张，到后来甚至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他的臣仆怕上帝就已经不准他们再回去埃及了，他现在居然跑去找埃及人来帮忙，是一定惹上帝的生气，所以呢就把这个亚门王给杀了，让立他的儿子。所以这些臣仆也不是要来篡位的，这些臣仆呢是要赶快让亚门结束他的统治。那约西亚王就是很重要的第4个好王。那我们明天会再继续来看。所以今天这段经我们看到了这个马拿西他的记载，那他因为没有好好的从他的父亲身上学习，以至于他可能很年轻12岁就做王，所以他随心所欲，甚至呢他就是只办他看得见的那个有效的，他就是只求那一些这个能够看得见的好处，就好像耶稣在旷野被试探，所以他就像这些的为了天下的富贵荣华，然后就来向撒旦低头，以至于呢他的快速的衰败，甚至人生受到很大的管教。但是今天历代志让我们看到，上帝还是爱他的儿子，让他有机会悔改，
而这个悔改呢，也是得到历代志作者的肯定，而且是相当的肯定，把这段记载下来，来平反马拿西他悔改努力。可是呢，结论是为时已晚了，因为上帝已经宣布了，开口了，他要把耶路撒冷翻覆倾覆，要把它倾倒。所以这也是耶利米书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所领受的预言。其实在耶利米出生以前，这个事情上帝就已经成就。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父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经文当中有许多的借鉴，有许多的提醒，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事情，很多的罪，很多的愚昧的事情都是可以来避免的。求上帝让我们更加有智慧，从读圣经当中也让我们能够学习谨慎自守，同时也要能够用敬畏的心来敬畏神，而不要去沾染偶像，不要去向世俗向世界的王来低头。让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儿女，能够蒙主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平安。晚安，谢谢，牧师，牧师晚安。晚安。